继续来看，疫情指挥中心昨雄雄来宣布，开放到18岁以上的民众，会当就网来登记意愿来做预防射，佮一度来造成着网站大宕机。讲针对这套疫苗预约的登记平台，其实民众还佫有真侪疑问哦。譬如讲，若是本地登记要来做 AZ， 我也想要改莫德纳，安尼要安怎咧？佮来，若是已经登记，但是无收到简讯，后一轮爱佫登记无？讲唔免哦，讲只要有登记过，记录拢会保留。另外，还佫有袂少咱可能唔知影的疑问，来看咱的整理报道。国内疫苗逐渐到位，而政府也开始了扩大接种计划，在13号起，18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来进行意愿登记。不过，今日一天要开放登记时，因为网络系统有卡差不多超过1点钟，这套登记注文系统若要顺，有一寡撇步。想要更改疫苗厂牌或者是更新地点的话，可以点选网页当中的这个选项，就能进行登记修改。点入去了后，就会使改个人的资料，甲要注倒一个牌子的意愿，只要伫结单前修改，也是伫顶一轮结单的过长天后一轮开放登记的时修改拢有算。另外，做过第一剂疫苗民众需要伫时间到了后，家己到医校门诊，也是原来门诊去登记。第二剂莫德纳敢要开放网络登记，要伫研究。如果不论出于任何原因，你有收到简讯，也就是有预约资格，但是你在整个预约期都没有去进行预约的话，那当然你也不用重新登记，就是接下来下一轮你还是有预约资格嘛，所以你还是会再收到一次简讯。除了线上注文，卖使到超商、卫生所等等，另外还有全国3300间健保特约邮局，拢会使注文，会使请邮政署也是邻里长来协助。注射后，若胃寒、发烧，也是头壳会痛、规身躯酸痛等等，拢会使食普拿疼。等症头若较好了后，就会使停止服用。医生提醒讲，做完预防射了，一定要加啉水、加休困。即摆开放第3波18岁以上民众注预防射，一直到昨下晡5点的统计，全国意愿登记 AZ 疫苗有超过6万人，占总登记人数的1.3%；登记莫德纳有超过300万人，占总人数的63.8%。另外，同时登记2种疫苗嘛有超过100万人。经过了解，50岁以下青壮年有这个机会伫第3轮注到 AZ 的疫苗，有袂少乡亲想要注莫德纳，那呢会伫第4轮，也就是8月7号到8月11才注会到。扩大民众开放登记，就是要拼台湾的注射率，希望讲会使早一天回归正常的生活。